手把手，祷告手，一群大人孩子玩成一片。哇，那个水球啊，在这种天气，哇，太凉快了，而且会觉得非常有趣，有想要像小孩子一样玩得这么开心。而且我们会发现，听听他们的声音，他们其实是有设定目标的哦，不只是水球要打得到，他们发出他们内心的那个目标，想要长高，想要更勇敢，想要更能够专注，想要在许多的事情上面可以进步一点点也好，甚至于跟父母的关系，跟家人的关系，甚至他们希望可以在新的事情上面愿意去突破。哇，这个游戏我喜欢，但我们知道看到大家其实不是那么容易可以达到的。真的好事情好事多磨嘛。其实很多事情是真的是需要经过许多的努力，还有会有失败的，但总是最后我们可以坚持哦。这个简单的事情做多了，人家说就是专家，在圣经也是这样告诉我们的。保罗说这句话说：弟兄们，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，我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的。这句话非常的鼓励应验牧师。其实在做这手把手祷告手的这样的新知识，很早以前我就希望透过家庭分享，或者是同伴之间可以来分享，晚上一起分享上帝的话，一起分享感恩跟代祷的事情，一直是我的梦想。今年终于在4月开始可以慢慢来发展，慢慢让更多人被影响，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是美好的事情，可以祝福许多的人哦。所以好不好，我们今天也来感恩。今天我在哪方面忘记背后，持续努力面前的事情呢？恳求主也帮助。有件事我已经快放弃了，请帮助我再努力一下下，再坚持一下下面前所能设定的目标呢。家庭也一样，我们曾经共同经历那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的坚持到最后的经验哦。手牵手，记得手。